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大家超星嚟行街，你睇，哇！全新嘅 Parallel 套裝，你哋有未啊？本頻道仲未有，呢度有車㗎，但你望超星你都黐埋一齊，真係 A753，我嗰呢架錯咗。就是 A753，死人咩？呢度係中定買齊車。小朋友，你近後啲，係啦，因為佢拉弓嗰陣會撞到你㗎。哦，哇嚇！你呢啲嘢你都仲有？有冇搞錯？2002年，人哋遷九2001年，你就寫2002，真係好笑。Q Train 你而家先出，全新注釋 New Color Track 喺度。M Train 啊，新款嘅堅尼地城，堅尼地。佢話佢唔見咗個舊版啊！2019年版嘅，好似之前本頻道仲未開發嗰啲時候就有一架舊款嘅，不過自從我搬咗之後就消失咗，我都唔知咗邊。你屋企嗰度呢個？係咪啊？係啊，呢個一早就有，不過搞笑。港鐵在下列車2002年至現在，你有冇搞錯？人哋2001你就寫2002。哇！全身都係 Parallel 套裝。如果仔話見到啲東鐵線啊嗰啲有單買嘅喎，唔使成套嘅喎。係咯。唔係 U10 路軌嚟嘅喎呢個。阿媽，你望下呢個 U10 掉頭，好真係輕鐵肉。呢啊，你線直線複製停車側線，停車位置正確。